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啊？我喺我睇到咧有啲嘅有關性騷擾嘅一啲報導、一啲新聞。哇！原來性騷擾咧，如果去到法庭嗰度咧，牽涉到賠償嘅金額咧，可以去到幾多？億聲喎。甚至乎咧，或者係呢一單發生喺香港嘅添啊。咁賠咗幾錢咧 ？OL 呢一個嘅即係 office lady 啦嚇。咁咧就個上司性騷擾個嘅女同事，咁於是上法庭之後咧，就香港就賠咗佢20萬咁樣樣。嗱，咁呢一啲咁嘅情況咧，就唔希望咧就發生啦。咁所以點解我哋咧要同大家講有關呢一方面嘅政策？嗱，咁而我哋大學嘅防止性騷擾政策咧，就喺1995年咧已經制定咗，當時大家讀緊小學，應該都係16年前嘅事嚟㗎。咁咧除此之外咧，我啲 B 仔嚟嘅嘛 ，B 仔好細個。咁咧都成立咗一個防止性騷擾委員會啦。咁我哋進行咧好多有關嘅宣傳啊、教育工作㗎。今日我企呢度同大家講咧，講在都係教育工作嘅一部分。咁當然啦，如果真係發生咗呢啲事件嘅時候，可能係發生學生身上啦，或者係教職員身上啦，咁我哋都會去咧係處理嘅，接受大家嘅投訴啦。咁要搞清楚咩叫性騷擾先，唔係我同你講嘅，而係根據一個嘅性別歧視條例有個法律嘅定義嘅。佢咧就係指任何不受歡迎並涉及性嘅行徑，而呢啲行為咧會令到合理人啦會感到受冒犯啦、侮辱或者威嚇。大家搞清楚咩叫不受歡迎先。呢個係一個主觀嘅感受嚟嘅。我哋好簡單嘅例子，一陣間大家聽完呢個講座之後行出去，有一個人咧。搭住你膊頭走埋同你傾偈，望一望，原來係你嘅老友記，咁你就發覺冇所謂啦，搭住膊頭係嘛？一個親切嘅表現，咁呢個行為就係點啊？受歡迎嘅行為啦，冇問題，接受到。但係如果你講哇，呢個係一個陌生人嚟，我唔識佢嘅喎，咁嘅時候點啊？呢個行為咧就係一個不受歡迎嘅行為。所以呢個好主觀嘅感受。點都好，我哋要尊重當事人。呢個主觀嘅感受咧未夠喎，仲要加上咧一個嘅客觀嘅判斷。如果個合理人設身處地，真係覺得當時呢個情況真係覺得受冒犯啊，會驚嘅話咧，咁呢一件事件咧就有機會構成性騷擾，得唔得？咁其實咧就可以分為兩類嘅啦。第一類就係個別人士，譬如我騷擾你咁呢個一類啦。另一類咧就製造咗一個喺性方面有敵意或者具威嚇性嘅環境。咁大家咧不可不知啦，喺2008年嘅10月之前咧，呢個有敵意或者具威嚇性嘅環境咧，淨係咧適用於工作環境。咁但係咧喺呢1年之後咧，法例咧就修改咗啦。呢一個嘅環境咧，亦都適用於咧係教育嘅環境。咁即係話咧喺大學嘅校園嘅任何地方，可能係課室、圖書館或者好快脆大家會入住宿舍裏面咧，都係屬於呢一個嘅法例嘅保障範圍之內。跟住我嚟俾啲例子俾大家啦。個別人士嘅性騷擾包括啲咩咧？可以係啲嘅身體接觸啦，一啲不恰當嘅觸摸啦，呢啲帶有性方面影射嘅評論咧，好似係對人哋嘅樣貌啊、身材嘅衣着啊，一個評論一番啦。當然啦，亦都包括咧色迷迷咁樣望住人啦，或者望住人啲重要部位。仲有咧係展示一啲令人反感嘅或者色情嘅資料。好快脆咧，大家就會參加一啲嘅迎新營。唔知道到時大家會幫手嗌一啲口號啦，亦都為咗咧增加大家個嘅投入感啦，亦都會展示一啲嘅banner 啊、環餡啊等等嘅嘢。咁大家留意下，會唔會當中有啲唔係咁妥當或者色情成分嘅一啲字眼喺度咧？或者係令人反感涉及性嘅通訊資料好似係包括係一啲嘅信件啦、email 啦、電話啦、fax 啦，或者而家大家好常用係點MSN 啦，咁都會包括咗。咁好幾年前啦，咁咧就發生咗一單咧，就係疑似藝人嘅色情相片係嘛？當時咧就滿城風雨嘅，因為喺呢一個互聯網裏邊咧，啲相係飛嚟飛去咁樣樣。仲有一啲不受歡迎嘅要求或者性要求，就好似有啲人咧，即係大家心底講係
入到嚟大學都係想點啊？啲功課拎高分啦，考試拎 A 啦，係嘛？最好啦。咁佢哋就會同你講啦，喂，我可以幫你喎，我可以咧俾高分你落筆喎，你要識做。咁呢個暗示性嘅嘢，咁大家明係咩嘢啦？亦都係屬於一個嘅性騷擾嘅例子。嗱，至於有敵意或者有威嚇性嘅環境咧，大家留意啦。可以發生喺課室或者宿舍裏面。例子就係話有可能有啲同學細聲講、大聲笑，講一啲咩色情笑話，或者講一啲對自己一啲嘅性嘅一啲嘅佢哋經驗啦、性經驗啦。但係佢唔係同你講咁咧你喺附近你聽到，咁佢哋咧其實已經製造咗一個咁嘅威嚇性嘅環境啦。咁嘅情況咧係亦都要留意嘅，或者講一啲嘅笑話啦、色情笑話啦，或者講一啲係粗鄙嘅説話。咁好似之前提過啦或者你活動期間嗌一啲嘅口號等等嘅嘢當然我喺呢個方面大家作為一個示範咩口號咧或者啲玩一啲無限性嘅遊戲啦咁樣或者係對人哋係展示一啲性別有關性別作出侮辱或者嘲笑，或者咧係展示同性有關嘅圖片或者海報啦。咁呢個情況咧有機會咧就話日後你入住咗宿舍之後，唔知你同房會用啲咩嘢嚟佈置間房咧？會唔會係啲色情嘅海報咧？或者會唔會佢有興趣咧就擔當一啲有關嘅圖片，就擺喺佢嘅電腦做一個 wallpaper 㗎嘛？咁呢一方面咧其實已經係觸犯咗條例。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會睇一個嘅短片。咁咧就大家留意一下啦，當中咧會唔會有啲係涉及有關嘅行為出現咗咧？我哋再做討論。
一啲嘅親密啲嘅關係嘅，一啲嘅互相嘅一啲言語啊，或者行為咧，亦都係冇問題嘅嚇。但好多時咧性騷擾咧，大家都覺得喂，梗係啦，男嘅騷擾女啦，係咪啊？咁調翻轉女嘅可唔可以騷擾男咧？喺片段中已經睇到啦，係咪啊？咁喺同性之間咧，大家亦都要留意啦。咁好多時咧，大家亦都唔會以為話哇要好多次發生好多次先會構成性騷擾嘅啫。嗱唔係喎，性騷擾咧好特別嘅，一次事件咧已經係有機會咧可以構成性騷擾嘅，同埋可以係暗示啦，亦都可以係明示嘅嚇。我咪都同大家講下法律責任啦，大家睇過啦。性騷擾係涉及民事嘅法律責任，所以咧之前有啲新聞係點啊？牽涉一啲金錢嘅賠償嘅。咁但係咧有部分嘅行為咧，如果嚴重一啲嘅，好似係非禮啦、電話騷擾啦，甚至乎有時咧耐不耐收到一啲嘅查詢，就有嗰啲跟蹤啊，咩我同佢跟蹤人嘅嚇，即係識女仔嘅想法。咁咧呢啲亦都同時會帶嚟刑事後果，咁大家亦都如果係有需要，你都可以考慮咧係報警嘅。好啦，大家咧都喺預防性騷擾方面有個角色扮演嘅喎。大家要參加活動嘅時候，我哋點啊？嗱，多啲留意下其他人嘅感受，係咪？不論係參加嗰啲或者圍觀嘅同學，嗱，如果見到佢哋真係哇面有難色，覺得你玩嘅遊戲有問題嘅時候咧，你要識做啦嚇。嗱，或者見到啲同學有啲唔恰當行為嘅時候點啊？嘗試阻止佢咯，係咪？喂，唔好玩啊，我哋都係停啊，係咪？或者我哋俾人投訴嘅時候作出改變啦，係咪啊？最好咧就係點啊？唔好意思啊，對唔住 say sorry 啊，咁大家就可以用啲化解咗呢啲咁嘅情況。如果真係發生咗啲事實，你見得啦，性騷擾咧真係咧違反法律嘅，同埋係大學嘅政策，咁大家要多加留意。之前提過啦，如果遇到點做好咧，say no啦，最緊要話講出你嘅感受，同埋記錄低咧發生啲事嘅經過，對我哋日後調查咧係有幫助嘅。同埋可以嘅話咧，就隨得你朋友啦，或者係一啲嘅同學嘅協助啦，可以向我哋大學嘅性騷擾調查投訴小組提出一個嘅投訴，亦都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咧去投訴嘅。當然啦，法律訴訟方面咧，民事嘅訴訟啦，如果嚴重嘅罪行嘅事件咧，都可以係聯絡警方。咁最後要介紹一下啦，我哋呢個嘅藍色嘅網頁，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咁有晒我哋相關嘅一啲嘅資料。今日相信大家手上都有過我哋嘅書仔係嘛？咁裏面咧亦都係有晒我哋嘅聯絡嘅電話啦。咁都要提翻大家遲啲都要好多地方都見我哋呢張海報嘅。咁咧睇見咧，我哋左上角上面咧有幾個字係嘛？咁其實如果大家做到呢兩點嘅話咧，相信性騷擾嘅事件咧係唔會發生啊！我哋後邊就係點啊？性別平等啦，男女同學之間要互相尊重啦，好嘛？尊重大家嘅唔同嘅程度。仲有睇一睇咧，就係我哋個網上課程啦。咁大家完成呢個課程之後，我哋有張證書係俾翻大家。咁有時間不妨上去做一做啦。呢個我哋聯絡電話啦。咁日後如果大家有咩嘅查詢或者想知多啲呢方面嘅資料，都可以同我哋聯絡嘅。多謝大家。好，多謝晒龍田光女士同埋以上咁樣講，分享咗咁多。咁咧今日嘅迎新講座就嚟到呢度。咁大家臨走之前咧，如果大家填好咗綠色同埋黃色